中國飲食文化選篇三北山酒經上節錄，作者宋朱君。本書由杜麥奴女士讀出，香港好書流星協會有限公司製作。酒嘅發明已經係好耐以前嘅事，夷狄釀造嘅係酒爐，杜康釀嘅係術酒，佢哋都因為擅長釀酒而聞名於世。咁係咪表示酒大概就係喺佢哋嗰時開始嘅呢？酒味甘甜辛辣，性質就屬於大熱而有毒。雖然話佢可以令人忘憂，但亦都可以令到人生病，好似一般提到嘅腸胃腐爛、腦髓潰損、筋骨冇力等等。劉慈嘅養生認為，酒之所以能夠飲醉人，原因在於酒裏面嘅酒曲氣。當酒曲氣一旦消散，酒就會完全變做水。從前先王發布告令，唔准臣民隨意飲酒，又命令話，只有喺祭祀嘅時候先至可以用酒。上天要我哋釀酒，亦都係為咗祭祀嘅時候用。古時用喺祭祀嘅6種青銅酒器都有托盤，就係用嚟警告大家唔好因為飲酒過度而將酒器翻側傾倒。飲酒又有6尊嘅講法，就係要嚟告誡人飲酒唔可以過度。晉代嘅陶侃中意豪飲，但亦都會自我限量。後來啲人將酒當成一般嘅飲料，覺得唔飲到醉反而係一件羞恥嘅事。佢哋又點會知道酒其實係百藥之首？皇帝就係用佢嚟醫病㗎喇。大致上，晉代人好鍾意飲酒。孔群就寫過信俾自己嘅族人，話今年收穫粟米700斛，都仲唔夠攞嚟做酒母釀酒用。而王岑就3日唔飲酒，就會覺得身心分離，精神同身體唔再一致。至於劉伶、殷融、奚康、阮籍等人，尤其唔能夠一日唔飲酒。要而言之，其實佢哋放縱飲酒，係要借醉酒嚟逃避當時現實嘅束縛，未必真正體會得到飲酒嘅雅趣。古時所講話能夠完完全全領略到酒嘅妙趣，就唔係咁樣。要知道，酒呢種狂藥自然有佢本身嘅妙理，又點會單單在於能夠洗清人內心鬱結嘅憤懣愁思呢？唐代嘅王績，自號五斗先生，佢之所以辭官歸隱，喺東皋之野耕田，日日沉湎醉香，終身不再回歸官場。佢咁做係因為佢認為上古淳樸嘅結繩之治已經日益遠去。喺王績睇嚟，最香嘅美妙，就連皇帝所夢遊去過嘅華胥氏之國都比唔上。由此可知，酒嘅境界唔係嗰啲淨係識得一味縱酒狂飲嘅酒徒所能夠領略到嘅。即使飽學之士，好似韓愈等人，亦都唔識得酒嘅真趣，反而會悲嘆咁話：
沉迷醉香嘅人都係因為不得志，所以咁樣。真係偉大啊！喺人世間，酒嘅作用真係大啊！禮敬天地，祭祀鬼神，射箭飲酒，宴請嘉賓，賓主互敬，群臣聚會都要通過酒嚟實現。上至高官貴人，下及普通百姓，詩人墨客，漁夫樵夫，冇一個可以缺少酒。追求閒情，自我放鬆，掹高件衫，露出肚皮，安然含睡喺山河湖川之上。等醉咗之後，又會飲少少淡酒嚟醒一下酒，咁又會突然間清醒過嚟。就算嗰啲有道術嘅人，修煉到可以唔食五穀，條腸細到條筋腱咁幼，佢哋都離唔開用穀物釀成嘅酒。只有嗰啲信仰由西域傳入嚟佛教嘅佛教徒，先至會戒絕飲酒。而嗰啲飲酒過度、喪失本性、失去理智兼且傷害身體嘅人，結果往往最後都要抌晒啲酒器，整爛晒啲酒具，終身再唔能夠知道酒嘅滋味。但係酒本身又有乜嘢過失呢？北山酒經上節錄完。想繼續聽我哋嘅有聲書，可以到好書流星網站掃描眼前嘅二維碼，或者去網址www.goldboksclub.org.hk， 撳入錄音書名單嘅選項中，裡面有提供方便選聽錄音書嘅連結。在此多謝大家嘅收聽。